係小藍啊，我哋又出去玩啦。今日係潮汕旅程嘅最後一日，我哋退房之後就帶住行李再出發啦。離開咗民宿，向住西環嗰邊行，見到有一座好似城堡咁樣嘅牌坊喎，寫住三利步行街。我哋為咗要爭取時間啦，就喺花姐腸粉嗰度叫咗一個雞蛋芽菜腸粉，都係7蚊人民幣咋，不過味道就比較鹹咗啲，唔係好食得慣。跟住就 call 車前往今次旅程嘅重點龍湖古寨啦。龍湖古寨始建於南宋年間嘅，距離而家已經超過1000多年嘅歷史㗎啦。目前仍然保留住8多座嘅古建築，漫步其中，隨處都可以見到千年潮州府嘅縮影啊！古寨主要由3街6巷組成，呢度嘅原居民宗族姓氏繁多啊，每一戶都有住自己嘅故事。如果要行晒呢一個古寨，真係要1日嘅時間先得啊！我哋喺嚟之前都喺網上面做咗少少資料搜集。知道呢一度都有一啲行李寄存嘅服務，同埋好多商店啦、coffee shop 咁。今日真係好曬啊！唔講咁多啦，我哋影咗好多相啊！嚟到潮州就梗係要試下呢一杯鴨屎香 latte 啦。少少鴨屎香啊！
走咗一個圈已經非常之肚餓啦。喺村入面有一間小食店叫做古寨小食府，我哋叫咗個火腿椰菜炒米粉、菠菜苗，都係食咗40蚊人民幣，有啲農村大排檔嘅風味啊！終於都嚟到旅程嘅尾聲啦！今次嘅旅程比起以前嚟潮汕嘅旅程嚟得更加深度遊。我哋喺古寨正門 call 車就前往潮汕高鐵站啦，2個人花咗295個幾嘅人民幣，跟住就返去深圳同埋香港啦，結束咗呢一個多姿多彩嘅5天潮汕之旅啦。影片中嘅景點資料呢，大家可以去下面嘅資訊欄嗰度揾到㗎。請大家訂閱呢個頻道同埋點讚啊！我哋下次會去另一個景點嗰度度假㗎，下次見啦〜